到大型倉庫、空地或者臨時儲存空間，一旦發生火警，細支嘅手提式滅火筒根本就救唔切。根據香港消防處喺2025年6月發布嘅臨時儲存及結構安全指引，呢一類嘅場地咧必須配置規格足夠嘅滅火設備。今日就開箱專為大型空間設計、符合消防處標準嘅手推式乾粉滅火筒。呢款滅火筒有幾個核心優勢：第一，容量達到20至150 kg， 滅火威力強大；第二，佢配備重型噴喉，可以撲滅高達1000伏嘅電氣火警，對機房或者電力設備都非常有保障。第三，外殼採用防 UV 特殊塗層，就算長期擺放喺戶外風吹雨打，依然可以保持最佳狀態。根據官方指引，場地每500平方米至少要擺放一個手推式乾粉滅火筒，仲要確保30米範圍內一定要揾得到，絕對唔可以有盲區啊！雖然佢好大嚿，但因為佢有一對重型轆，就算得一個人都可以好輕鬆將佢推到起火點。只要將佢放喺當眼位置，喺緊急關頭都可以做到隨到隨救。裝備手推式粉狀滅火筒唔單止係為咗符合香港消防處嘅條例要求，更加係為你嘅物業同埋你嘅員工提供最大嘅安全保障。而全部型號咧都已經獲得消防處嘅認可㗎啦，即刻去防火易 firexfire.com 選購啦！